今仔日呢是咱新历的7月初1吼，拄好是咱一个年度下半年度的新的开始，拄好咱伫这个征服人生征服人生这个课题，今仔日拄好最后一章，所以甲今仔日的主题有关系，嘛事实拄好，乔牧师爱来指挥咱的男士班来唱诗，所以就经这条哪侍奉哪甘甜，伫遮来搁一遍来反省咱伫主的面前所服侍的。因为今仔日嘛是拄好，我甲乔牧师来咱教会，转来咱教会1周年够紧，时间咧过目睭1个年，哇，热天搁冬天，又搁变热天啊！甲咱做侍奉，心内有真大的感动，因为我看见咱遮侪年来，咱的教会发展，咱的礼拜堂更新，咱的小组的这个推动非常的有成果。咱一直伫家己自我一种的勉励，讲咱望会当伫长老教会体制内面，通发展一间蒙主恩典，会当见证上帝的名。也诚做正教会一个大家做伙对找一个教会推展模式的一间教会。即句来讲，咱毋是干那讲咱的教会兄弟姊妹，大家伫遮非常受祝福，毋是干那安尼。咱是望，咱有做上帝所咱恩赐甲开力，咱通好伫主的内面享受到上帝互咱即个恩赐，会当祝福来正教会。所以拄好今仔日伫咱即个征服人生最后的一课，咱要通过这个宝贵的信息，大家三甲要来学习，咱要分享进前，咱大声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感谢你，互阮经过半冬偌久，阮通过征服人生，约书亚记圣经内面的教示，通过以色列百姓入迦南地种种的经历。来做伙学习，我要安怎伫阮的人生的生命、个人的生命、阮的教会、阮的群体，通对主来得到美好的价值甲学习。感谢你，互阮经过安尼半冬偌久的学习，今仔日阮要做最后一个结尾，愿你帮助，互阮真真正正会当领受到这个属灵的价值，成做阮一生的帮助。我安尼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今仔日的主题叫做缅怀感恩信心典范。咱若捌读过约书亚记最后一章，咱上出名所出名的一句话，就是讲：论到我甲我的家，阮决断要服侍耶和华。这讲做咱基督徒一个上宝贵至关的一种自我的勉励。这句话是出自今仔日咱所读的经节，伫遮要三甲来学习吼。咱拄则读的经节，咱小等的会当来做学习啦吼。真无简单，已经半冬啊呢吼。我伫去旧年底到现在，咱征服人生拢总21课，咱差不多用安尼22、3摆吼，因为有一篇讲做2届。今仔日是即个扩展关系最后一日。所以下面上尾这几章拢是咧讲人甲群体、人甲所属的这个教会、人伫这个社会要安怎来进行？我相信对咱的确有真好的启示安尼。这个21日最后是一个咱讲一个 ending 啦吼，叫做献上感谢。我用这个缅怀感恩。信仰的典范、信心的典范，来做一个我所要分享的主题。当这个咱讲一个开场啦，一个开场，这个场就是以赛约书亚伊伫示剑的所在，来邀集12支派领袖来进行伊人生最后的一个要紧、出对肺腑之言的一个演说安尼。所以呢，伊感觉一生的精华，要伫这个时间伫示剑
来对百姓讲话。啊，当然，这百姓就是领袖啦，吼，12支派的领袖，伫遮要做临别的演说啊咧。啊，这个是呢，一张图是约书亚伫示剑最后演说的一个话图面吼。啊，当我要简单甲这2章，特别对23甲24拢有讲起伊咧讲的话，但是今仔日咱讲的这段，咱若是有闲，会当对第1节开始读。为着要节省咱分享的时间啦所以呢我甲伊简要讲到底约书亚咧讲啥约书亚咧讲啥？约书亚是用讲起祖先蒙恩的故事做主调，意思是伊要甲遮的百姓要讲啥？若讲个3交代4定零讲了拢会赢咧讲故事，因为这故事是咱。这个支派，所有支派，逐人拢有诶。咱来讲出这个故事的重要。所以示剑是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上重要的一个基地。咱来看这24章的经节咧经过示剑一直咧出现，因为这是敬拜的中心，是敬拜上帝的中心。约书亚对祖先亚伯拉罕伫故乡5年，互上帝呼召来讲起啦。哇！这个故乡是伫5年呢，加历底的5年。哇！这个所在因这囝儿孙敢若讲听过，拢已经袂记啊。因为因毋捌阁倒转去啊。迄像我家己的故乡平湖我因为是我这代我出来伫台湾来读册服侍，所以我对故乡真熟。但是我有真侪。阮共故乡的人，已经从阿公的时代就搬来高雄所以呢，因就对故乡就听罔听，佮知影讲阮故乡伫倒。特别是即马网络时代真容易找到乡亲啦。讲你姓夏阮嘛姓夏咧，毋知有啥物关系无？开始问，后人对美国咧问就对啦问讲无啦，阮从阿公的时代就搬出来如果咧想讲，阮到底对倒位出身呢，就对。找讲，七米，即个岛有几哪个家族是姓夏？哇，伊会去探听。那在以色列百姓，伊已经经过几哪百冬，所以呢，佮对埃及已经住足久毋知几代几百冬几代，所以约书亚佮定心讲，咱的祖先的根伫5年安尼。所以24章第2节，差不多就是一段经节代表约书亚对这百姓讲的一句标准的话啦伊安怎甲因讲呢？伊讲约书亚甲百姓讲，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恁在早恁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的老爸、拿霍的老爸他勒，踮伫大河迄边服侍别的上帝。伊讲即个故事讲，你著记咱的祖先亚伯拉罕，佮包括伊的老爸他勒，拢伫迄个远的所在，迄个所在，迄阵咱是毋捌上帝咱是咧服侍别的上帝用即个来做开头。这是亚伯拉罕伊咧上帝甲呼召，甲引带。外远呢，咱来看即张地图正边的就是。5年，迄个红色的起点，现在伫倒位呢？现在就是两河流域啦，咱拢知影有一个所在叫做伊拉克前几冬呢非常出名的一个中东的动乱的所在安尼。亚伯拉罕就是对迄个所在上帝甲伊呼召，经过洗一洗，因为中迄个是阿拉伯沙漠，伊袂当过。所以就要经过顶悬，再搁落来迦南地，安尼这是这个段落的故事咱简单描述过，讲亚伯拉罕得到上帝赐落迦南地，上重要是伊伫遐原来是无子嗣的呢，无囝的，差不多讲上帝呼召伊出来，伫迦南地，无管偌天达偌丰盛，都无囝都无去到迄代就转去上帝你带我出来是要创啥对无？所以呢，上帝赐予宝贵的子孙，然后，佫刷落去，
上帝为了救赎伊的先祖，带因到埃及的地，因为当时迦南地大饥荒。好，经过几啊百冬，遮侪代啊，上帝搁伫迄个所在呼召摩西，带以色列百姓来出埃及。第六，上帝带因出来到伫旷野的所在，甲因磨练，因为安那，这群人伫埃及寄居的地，伫这个所在，互人统治，学因的语言，对上帝当时呼召祖先阿伯拉罕的故事啊，茫茫渺渺啊，听懵听的吼，啊，这三天地外的代志啊，记无啥起来啊。所以上帝就用40冬吼，等于上课40冬就对啦。伫迄个所在来磨练以色列百姓，来凝聚以色列百姓认同甲信心。毋是上帝雕工啦，毋是上帝雕工，是因为以色列百姓啊，这个过红海对吧？吼，啊入去到伫旷野，都还未到迦南地，就开始心浮浮啊，怨叹摩西啊，吼啊拜偶像啦，拜金牛啦，一大堆。意思讲，这群百姓吼，已经吼，亲像食野草，食到比吐去啊，吐野去啦，啊无搁操练一个吼，要安怎入迦南地，承接迄个啊上帝所应允的所在。啊，所以过来，摩西伫旷野，还未入迦南地，上帝就甲伊带去啊。第7点，伫进入迦南地，才会做战争的中间，约书亚带队，上帝为了百姓来征战，这句是上要紧的。上帝为了因征战，毋是因外交。伫旷野，吼，安尼奔波漂流，啊，要甲人战，哪有法度赢着人伫迄个所在看过久久城像足勇的所在？只有是上帝替因征战，到最后因得到迦南地，而且上帝甲因讲，这迦南地土地甲物产，拢是上帝亲自赐落的。江山上帝替因拍，财产物资上帝来赏赐。请问，安尼还阁有啥物通哀怨？啥物通好庆幸的呢？所以约书亚记24章13节，约书亚代表上帝对这的百姓的领袖讲：我赏赐恁的土地，毋是恁所着磨的，也赏赐恁城，毋是恁所起造的。恁就踮伫迄中间，佫毋是恁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园。恁得到食伊的果子。安尼姊妹，哪有一群百姓遐尼幸福？讲土地人互你，城人替你起，栽种的葡萄甲橄榄，也是上帝所替恁栽种的。是为何要讲这？是要讲起以色列百姓，恁实在是万民中上帝幸福的。恁唔通袂记这上帝对恁的呼召。那约书亚用迄个缅怀的故事，讲感恩的故事，然后一段对第1节讲到第13节、14节，这个上帝救赎的故事了后，讲啊，大家心拢真感动吼，心内安尼心拢开啊啦。然后约书亚把主题讲出来，讲安尼吼。祖先就一件一件、一段一段，上帝甲恁带、甲恁顾、甲恁保护，替恁征战，佮赏赐恁土地。啊那安尼，恁就要弃绝偶像甲神明啊！唔通佮去拜别的神啊！因为迦南地吼足侪偶像，啊，恁千万都要注意，要专一侍奉上帝。这是约书亚上要紧的一个要求，所以最后约书亚用尊重百姓自由意志做邀请。我们约书亚伫遮吼，充分表达出伊的智慧，你敢知？那较使用当时约书亚伊的身份，约书亚领导百姓的功劳，约书亚迄阵的权威，伊根本都毋免安尼讲，就是一个专权的领袖啦，毋过毋是，
伊讲恁爱家己做决定，因为服侍上帝吼，毋是用命令的。服侍上帝毋是安尼夜香对拜，服侍上帝毋是你无够咱要找，是恁家己做决定。恁是要拜真神，还是要拜假神安尼？这是约书亚一个领袖吼，伫这个所在发挥上悬的智慧所讲的一句话。而且，更较要紧的是讲，好，我无要甲恁勉强哦，我无要甲恁勉强。这故事我拢讲了啊，但恁是要服侍，恁家己做决定。看门教师误会，也是讲见怪讲啊，都当时约书亚甲阮勉强的，害阮安怎，恁家己决定。但是约书亚伊最后讲，伊表白轮到我甲我的家，我要侍奉耶和华，是一个完美的演说，也是一个最高领袖，一个美好。所以咱现在真侪迄个基督教的册房拢咧卖这啦吼。轮到我甲我的家，阮要侍奉耶和华。嘛，足侪人爱写毛笔吼。轮到我甲我的家，阮要侍奉耶和华。但即款的话，毋是布置啦，也毋是迄个安尼挂好看的，是真正是咧心智的决议。最后，这以色列百姓伫咱拄则读的后壁段，百姓大声回应讲：阮也要侍奉主，因为伊是阮的上帝。阮要侍奉主，因为伊是阮的上帝。所以约书亚用故事做开始，然后用一个真诚恳的邀请，讲恁都要安怎敬畏上主，恁都要拄起我上安怎，恁都要侍奉什么人，拢一项讲，然后互这百姓领袖家己回答。我讲了啊，恁要选什么？这是关系恁的命运，也关系恁搁来行顺顺的运途，恁家己做决定。所以到最后，以色列百姓做一个真好的回应安尼。咱就是要通过这经节，一个缅怀过去，一个美好的信心的模范，对咱今仔日兄弟姊妹，对咱一个基督徒，特别是2代、3代、4代，我是第4代啊。台湾153年，已经有第7代甲第8代出现啦。当然，这百姓免啊讲起，特别是几啊代的信徒，咱免啊去孝念咱的祖先，上帝安怎恩典，安怎祝福，安怎看顾。这个故事讲了，咱要安怎学习约书亚讲？安尼，恁到底是要服侍假神，还是要服侍这个对咱的祖先就开始保护照顾咱的上帝？轮到我甲我的家，阮决断要侍奉耶和华。但回首过往，心怀感恩，这是咱每一个人一段时间拢会阁出现的。有可能是伫你过正时啊，咱的亲人朋友大家做伙；有时你转去故乡来拜访你的长辈，拢会互你开始咧回忆，所以回忆是一个足要紧的讲事。有时咱安静落来，甲咱暂时无用的代志小放下来，开始来想讲，当我回顾过去，我一生的经历，我的父母，我的阿公阿嬷，我的阿祖，安怎得到上帝的祝福？那常常会晓笑脸，常常会晓纪念，你就袂阁为着家己目前所拄着的艰难困境，伫迄个所在累积灰心。因为当你目睭看头前的时阵，你会想讲，这条路还是行袂过，迄个所在改成定定有阻挡啦。但是你想讲，咱的祖先安怎互上帝带？偌侪艰难，当时物资也欠缺，当时无任何的资源，人安怎过？我今仔日到底有啥物通好怨叹？所以，当咱回顾过去无信主的光景模样，咱就会查出讲感恩的代志，实在有够多就对啦。所以呢，有时咱会对迄个群组内底接到一款的话语咧，甲咱鼓励，讲咱毋通只干那看眼前啦，毋通看家己无的，吼，毋通看家己你无的啦，请会记你。来算看偌济你有啦，上帝偌济有互你，你干要看迄个无的，迄个无的永远嘛是咧追求敢毋是？所以这个拢是咱一个心境。约书亚
互咱一个真重要、真宝贵的功课。因为是安那，咱会袂记咧感恩呢？因为咱毋捌好好啊算，毋捌好好啊点出上帝偌侪恩惠互咱。咱现代人吼，因为物资足丰富，啊，咱厝里吼，常常你会安尼藏足侪物件，你拢袂记起。啊，当你有一天用啊，讲啊来款款的，也是过正时啊，款讲啊，咱兜遐侪物件吼，哇，这好物遐侪拢袂晓用，啊，佫一直咧买。咱拢有即款拢有即款经历嘛，因为咱有时身在福中不知福，咱袂记起啊。啊，心内一直咧讲啊，可能我欠这，我欠迄，我欠迄，安尼啊，一直咧甲人比，一直咧甲人比，无想讲咱兜逐项拢有啊。啊，所以这是咱基督徒特别爱提醒家己，咱特别家己爱警醒的所在。咱会记得，约书亚用俄勒救赎的上帝来做伊的演讲，俄勒感谢。伊的先祖亚伯拉罕，咱拄则讲过，我搁来做一个复习。亚伯拉罕伫原乡加勒底的5年，伊也毋捌上帝的时，只是保守真谨慎做生意的一个人。啊那，伊即个注重什么？注重遐蝇头小利啦，吼，就讲啊，紧计较，今日咱趁偌济，啊，就欢喜甲算钱算袂煞，安尼感觉讲阮兜毋知偌好，敢咧注意家己若定。但是上帝呼召伊开阔伊的眼界，讲你毋是干那安尼啦，毋是恁兜丰富，安尼就到你安尼感觉咧基本拢举悬起来，你的恩赐甲你的祝福是超过即个啦。但是用重要是，你要离开你的故乡，哇，迄是足大一个征战呢。所以上帝开启伊的视野，啊，甲未来的境界，而且勇敢离开伊的本乡，来追求一个新的愿望。但是请会记得哦，上帝互你一个愿望，互你一个意向，毋是讲安尼吼，就一路平顺啊，吼，逐项拢甲你款便便呢。上帝会一步一步甲你教，一步一步甲你训练，一步一步甲你调度。毋是一个就完成啦，毋是一帆风顺啦。所以亚伯拉罕到迦南地，上帝赐因子孙无毋对，但是吼子孙多就食无够啊啦，所以就拄着饥荒，所以就爱落埃及，来接受即个约瑟当时所建立的即个宰相所留落来遐物，人互因得到温饱安尼。但是爱去到人所在做二等国民啦，爱互人。爱委屈啦，爱互人照顾就对啦吼。而且咧，后代子孙渐渐袂记咧救赎的上帝所赐落迄个迦南地，迄个老年甲老美的地，哎哟，逐工为着做奴才吼，困醒目睭一个擘开就开始做苦工啊，哪有闲通去想着迄个迦南地迄个祖先的所在偌好咧？哇，哪会当今仔日食饱吼？莫互迄管理的人，莫互迄个军兵来甲咱拍吼，咱就安心快乐啦，吼！所以呢，经过迄个苦，大家拢袂记起啊。咱知奴才一个做久吼，伊会安分落去，你敢知？因为伊可能捌反抗过，可能捌争取过，但是吼无效果。煞颠倒拄着足侪艰难，即马就慢慢萎缩，就乖乖就对啦。迄个像讲有人咧做实验吼，训练迄个鸟鼠训练狗拢甲束缚，后来锁甲绑架吼，伊袂走啊，因为伊知影讲走无效。有时奴才心境就是变安尼。所以上帝佮伊点起来讲，哎呀，恁本来是上帝百姓呢，是至高上帝的选民，恁伫遮做奴才做啊欢喜噶，哇！所以叫摩西出来，呼召伊做领导者，伊特别讨帮百姓，定心连结。伊的祖先所领受迄个迦南地所享受的应分，所以原来是伫埃及的即个奴才地，上帝甲伊掠掉这百姓，所以伫生活伫埃及的子民呢，亲像等于原来伊祖先的原乡迄种光景啦，好像有一个历史佮循环过啊，吼佮定来啊。因此，敢若亲像伊的祖先亚伯拉罕共款，伫故乡的所在5年若会当食一顿饱吼，生活吼，若会当好过吼，就好啊啦，无啥物愿望啊。
人伫迄个环境的内面会压缩家己家己逼家己。前几日我有看到一个新闻，咧讲起吼，咱台湾有真侪教育方面，因为着父母为着要互囝儿会当出脱，就甲伊鼓励，甲伊特别甲伊个囝讲吼，恁吼都爱读偌悬啦吼，意思讲都爱读甲像台大安尼啊，才袂像恁父母遐尔可怜着着安尼。看起来好像就是父母的一个心愿，好像像你若读到即款的学校，互你的父母安尼吐一个气安尼。毋过伊咧讲着讲，毋过即款的要求有时煞互囝儿拄着足大的压力，因为伊毋知影为着甚物，都爱去读台大咧。到底目的是为着甚物呢？是要互父母较阳光，是毋是？还是上帝互你一个呼召，讲你要通过即个来祝福较侪人？而且有时无法当达到父母的要求啊，有时佫甲别人比较，家己无通达到遐，所以产生一种家己自我压缩的，有诶是要将家己的期望放伫下一代，所以产生真大父母甲囝儿中间的冲突。但是即个愿望甲愿景是要放伫上帝的架构内底，是放伫上帝讲我呼召你。互你有即款的温素，互你有即款的背景，互你即款的知识，到底为着要做甚物？当你抓着家己的立足点的时阵，你才知影讲到底上帝互我做这是要创啥？到底上帝互你做厨师有甚物意义？上帝互你做一个迄个餐厅的老板，还是讲你做一个律师、医师，到底目的要你创啥？所以当抓着家己的方向了后，你感觉你做的代志就有价值，毋是为着要互乡里好名声，也是为着父母伫人的面头前头壳抬起来，还是讲我伫上帝面前，上帝充分使用我。这个以色列百姓就是因伫埃及的时阵，完全无远景、无愿望啊，为着要生存定。所以上帝毋甘呐。毋甘这百姓软弱消沉啦，所以伊主动出手来干预。所以圣经伫这段经文有一句足重要的迄个 key words， 就是讲重要的字就是讲我甲恁带出来。上帝是讲我甲恁带出来，毋是恁家己爱要出来外口漂流啦，是我甲恁带出来，我甲恁带出来。兄弟姊妹，咱是毋是基督徒？咱的人生有时也经历了这款光景呢？因为咱有时基督徒的生命光景也会陷入一种消沉无愿望的循环。有影，咱读着上帝志愿的学校，有人会问讲：你过来要创啥？你考着榜首，榜首了要创啥？你着遐尼多事业去美国一流的大学留学，你要创啥？你人生永远有迄个追求的所在。但是你有找到上帝所予你的命定无？有时咱会讲，好像我要拍拼，拢拍拼了，到底我即马有甚物远景无？有人会煞颠倒消沉落去呢？无愿望，有时上帝会甲你叫醒，会甲你催，甲你诱，讲领你出来，互你离开这个困境。上帝咧刺激你，有时互你无自在，你敢知？上帝互你安尼点醒你，有时互你安尼，原来就顺顺煞失败呢。你毋通袂记哩，那是上帝应允的，有时是对你一个真大的帮助。因为刺激你、点醒你，是因为伊疼你，因为伊疼你，伊要来帮助你，伊要救你。所以咱通对约书亚所讲的这个故事，互咱去学习。上帝互咱入去旷野。上帝互咱入旷野，旷野毋是一个好所在啦，但上帝调工要互你入去哦。因为以色列百姓原来因出埃及过红海，因嘛知因的祖先用偌侪时间去埃及逃难，对无？请问若用40天逃难，都拢死伫旷野，哪有可能搁留伫埃及呢？既然祖先会当巴肚枵，会当走去到埃及，咱要出来有困难。照讲，若照捷径其实咱若今日有人去中东佚佗咱就去
去迄个埃及，也是讲去即个以色列旅游吼，咱坐车啦吼，坐车对埃及一直坐，啊过红海吼，啊坐到耶路撒冷，大概1、2天就到啊。啊，若行路吼，加啦吼，几礼拜安就到。应该有路通行，但是上帝伊的心意，因为当时百姓的心吼散，对上帝人万嘛一知半解啦。所以上帝安排什么？安排40年的上课，40年的上课，互因伫旷野壮游，你敢知？为着要操练因，因为这阵百姓是要上帝的所呼召的百姓嘛，是要叫做上帝一个伫世间的代表嘛。啊，你要做上帝的学生，啊，无好好操练，是要怎做其他的百姓的模范呢？上帝用40天操练咯。咱知影差不多20天就一代，对毋对？操练2代，操练2代。圣经讲，所有伫旷野啊，对埃及出来，这些百姓拢死伫旷野。好亲像，这个旷野是一个大的炼炉啦，哈，炼，啊，这些旧的拢淘汰，拢是对迦南地、对旷野出世的这点。有迄个好的基因啊，吼，有好的筋骨啊，下坎要腰，个下坎热，下坎要漂流，下坎要逐项的困难的。因为上帝我用心呐，40年的旷野的操练，啊，所以约书亚用迄个感恩对内心出来，因为迄一件经历，拢有上帝美好的设计甲安排啦。所以，兄弟姊妹，请你会记得。伫食苦磨练的环境成长，就会感恩，会惜物，会疼人。啊，咱的这个大纲填写吼，迄个惜物，迄条线怎无去安尼啦？是感恩、惜物、疼人。因为呢，你拢对艰难中出来，所以咱是安那台湾的这个第一代的企业家，互人会尊敬吼。当然无讲大家啦。但是这企业家呢，因已经是家财万贯啊！哦，你看伊吼，食物件无咧凊彩，无咧浪费呢。我伫高雄牧会的时阵，有一个差不多是教会上好野的就对啦。啊，有人喺杂志吼，啊，咧甲介绍讲，哦，这个安尼穿着，安尼真朴素吼。这老阿伯啊，伫街路咧行，这个吼，迄是100亿的哦，100亿起跳的哦，安尼。啊，无。阮咧甲伊做伙的时阵呢，伊一个便当食两顿，啊，一个便当食2顿，啊，拢走去寿山吼，啊咧爬山运动，啊咧捡字纸，啊，大家经过迄也无敢讲伊是100亿的富翁啦，拢讲伊是老阿伯啊，啊伫咧爬山路咧服务人的人，有时你有食过苦，你才知影讲迄物资的重要。所以，你趁侪钱吼，无啥物通稀罕，是你安怎趁着才咧稀罕。所以，遐会记得哦，最近吼咧足球赛吼，讲啥物咧足球赛迄个运彩啊，吼，大家博甲欢喜甲呢，斗博讲啥物人赢啊，赢几粒球吼，我一个就趁几啊百万，几啊千万。足侪迄个社会学家研究吼，即款欢财吼，得了紧，啊个。失去紧，因为迄毋是你一点一滴算添起来的嘛，毋是你流汗赚的嘛。这有科学根据哦，有迄个心理学的根据呢。咁才有一日咱会当伫这项书来去学习啦。所以会感恩是你经历过上帝同在，你安怎伫苦难中、伫逃避中，上帝甲你救倒转来。所以上帝互百姓伫旷野，欠水欠粮，处处风险，啊，困袂烧，敌人4过敌之周围，这大人体会讲，哦，安尼老年甲老尾是偌好啦。兄弟姊妹，咱在中间毋知有去迄个啊，以色列佚佗过无吼？啊，有诶足侪教会拢会组团吼去旅游一下啊，因为吼圣经读甲几啊10档啊吼，来亲近看嘛咧安尼啊吼。事实咯，坦白讲，
牧师大概去2、3届吧，看了拢讲啊，台湾上水啦，台湾上好。若要讲老里老米的地吼，台湾去甲伊换较好啦。啊，其实吼，老里甲老米的地，毋是伫上帝眼中，毋是讲这个是伊创造上介好的所在，伊是要互这伫苦难中经历的以色列百姓，知影讲哦，恁较早所拄着的艰难困苦，受威胁，但即块地互恁都已经是足好足好啊，是何等的水，何等的好，所以这就是一个认同嘛，这就是一个感觉家己珍惜上帝所赏赐的嘛。啊，所以这款心境，那我讲你就知影，倒有是人嫌咱厝歹，人讲金窝银窝吼，安那不如我家的狗窝啦。啊，这都毋是用物质的比较，敢毋是？是这个所在有疼嘛？这个所在有家庭亲人的温暖嘛？这个所在，互我感觉活得足自在，困会饱。啊，所以上帝是要互这以色列百姓对俄珥啊、迦南地、埃及搁出来，搁伫旷野操练，了讲，哎呀，这个所在，上帝互我会使是吼，一定好个啦，毋通搁嫌啊啦。若是因为安尼，咱知影，咱开始要做一个收束。约书亚讲这个事为着什么？以色列百姓伫出埃及到旷野的时阵，旷野互以色列百姓脱胎换骨。原本欠缺，但是是因以色列百姓历史中间上界丰富的。因为吼有风条火条咧带因啊，有玛纳甲因供给啊，有烟吞互因伫遐来掠咧。啊，伫石盘出水咧，你若逐项拢无吼，一滴水就足价值啦，敢毋是？所以有人讲伫旷野伫沙漠吼，你用1斤的黄金要甲人换一杯水，人拢无爱。到底价值伫倒位？原本软弱却是上强盛，因为伊伫旷野毋捌拍输过啊，毋捌输过啊。原本真涣散，但是足团结，因为一遍一遍互上帝来甲因操练。但是这位，伊讲啊，这40年上帝安怎操练因的结果呢？因甲上帝关系开始改变。咱伫顶2礼拜有讲起这个主题，因为亲和力上强啦，因甲上帝上近嘛，啊，所以上帝用会幕，互因甲上帝见面敬拜呢。因为连稠度上悬，就是甲上帝念了足暗，这支派、这百姓，大家互相的照顾，因对上帝信靠度嘛是上足的。因为伊无通人瓦靠啊，伊若离开上帝，就半路就淘汰去啊。因的抗压性上大，因为吼四界拢是敌人呐，一个出去吼旷野的所在风险呐。会记哩吼，去咧旅游的时阵吼，大家为着要去倒位呢？要去迄个西奈山吼，大家若捌去旅游西奈山，一只车吼驶规日啊，规个拢是石头啦，规个拢是红红迄土啦。你讲迄个所在若甲你放落来，我歹势啊，车歹去啊吼！你家己行，哇，大家拢真正投降啊，就无法哩啊！迄种所在要哪过日嘞？所以迄种爱抗压性，迄种沙漠的旷野的迄个烧热，迄是无法度的。但是你看看，上帝安怎带因啊？咱顶一张图是对东边射过来倒边，对不对？哈，正边射过来倒边。啊，这张图是上帝对倒边甲因带来正边。对埃及出来，啊，经过迄个西奈半岛条红线，射一射，你看已经要到啊，佫射关佫落来安尼，一个惊叹号，这个红色的一个惊叹号，啊，然后伊才甲因带去到经过约旦，啊，过约旦河，约书亚传入去到伫这个亚拉撒冷事件的所在。啊，这是另外一张吼，迄一个显示图。哇，40年的漂流就是安尼行过。感谢主，兄弟姊妹，约书亚引带这百姓，最后用什么？感恩而乐，
心内大大的期待。讲当咱经过遮尼多功课，对祖先东到西，然后搁咱摩西带咱搁对西行过来东，四十岁也就对啦。那用当时的感觉是地球四十岁的意思哦。那咱要来要创啥？咱过来是爱安怎？故事讲了啊，目的要创啥？现在记得约书亚的期望，其实嘛是基督徒咱每一个人的期望。伊遐你会记得吼？基督徒生命的能量，你生命上有气力的时阵，什么时阵？就是凡事感恩的时阵。你上有大的信心的时阵，就是你时时懊恼的时刻。拄则咱的陈耀长老咧带咱做敬拜赞美，是我心内一个感动。我讲现代人吼，你大声吼，人会讲啊，你是咧创啥？你是安那？你压力伤大上。吼，你伫家咯，你伫车内吼，啊，你伫迄个卖场，你袂使大细声呢。啊，咱拄伫礼拜堂吼，大声吟诗懊恼吼，啊，甲所有腹肚内底晦气拢甲吐出来。哇！迄上帝互咱即个恩典，啊，你无唱实在太可惜呀！还大声唱、嗷叫呢，祈祷大声恳求呢。因为吼，我毋是医生，但我知影讲，医生咧讲吼，咱若唱歌吼，对咱的身躯的腹肠吼上好，因为你规个拢运动着。吼，当然毋通用呐吼声啦，吼，毋通用呐吼声，哀甲安尼烧声，就爱对腹肚啊唱出来。哇！对你健康上好。毋若是阿老上帝，会对你的健康都有效。所以我鼓励咱兄弟姊妹吼，吟诗唱歌，毋是要听人欣赏，讲啊，这敬拜团唱偌好听，圣歌队安怎唱，我咧欣赏的，是你家己唱啦，对心底唱出对上帝的感恩，啊，迄个喜乐上大，迄个信心上大，你原来忧愁吼会变快乐咧，你的艰难会消除咧。所以约书亚最后。一摆讲话，用感恩而乐做开始，用自信宣告甲邀请做结束。而乐感恩，然后自信讲我甲我的家。所以伊遮约书亚问因讲：当恁着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服侍伊，将恁列祖伫大河迄边，甲伫埃及所服侍上帝拄起来服侍耶和华。若是恁掠服侍耶和华做毋好，今仔日恁着经恁所要服侍的。哦，恁若感觉歹啊，好啊，恁经恁要服侍。看是恁列祖伫大河迄边所服侍遐的上帝，遐就是古哪个就对啦吼。啊是恁所徛起因的地阿摩利人遐的上帝啊，哦一大堆啦吼。佫在恁啦，但是轮到我甲我的家。阮决断要服侍耶和华。陈思伟，对尾来讲，我们这篇的演讲吼，足有价值。因为约书亚的演说是一个信心的典范。约书亚伊讲的这话，伊的结构、伊的内容、伊的论说，就是一个上好信仰的教材。来讲，咱要教囝吼，啊，一篇上好的材料就对了。伊讲的是一个伟大领袖的条件。我拄则讲过，若是伊当时的权威，甲伊当时的影响力，伊就看一写讲，无一句话，都甲我安尼就对。啊，大家嘛是乖乖啊听呢，但心内讲袂甲毋啊毋知啦。所以最后咱要学习的是讲，约书亚吼，约书亚用属灵领袖的角度，清楚表达家己的信仰立场。落下信心的典范。咱会当学着什么款的讲？伊这个预言到底咱学什么讲？第一，请你记，你顺事兴风，你也感恩对无？你也学了对不对？但是咱难免会拄着艰难。请会记得上帝听咱，会互咱伊所永远的磨练甲成长。所以当你伫旷野的时阵，才是你磨练的时阵。所以有时事业伫旷野。你的学业伫旷野，你的健康伫旷野，你的人际关系伫旷野，你人生的事，搁成到即阵，改成拢伫旷野，行袂出来。请会记得毋通怨叹上帝，请会记甲上帝问讲：上帝啊，安尼我来是要安怎行？上帝若带你，你甚至伫旷野都无可能失去就对啦。
所以这是咱第一个对约书亚所领受的第一个功课。我伫记咧青年时代吼，就足爱唱这条诗歌。这条诗歌吼，是一个中国出名的教会领袖，叫做尼托生所写的。条诗歌吼，足侪人爱唱。咱若捌参加过青年团契，大概拢捌唱过这条。也是国语的，讲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你若不炼拿达成膏，它就不留芬芳；你若不投葡萄入榨，酒榨的对啦，来硬，它就不能变成酒。意思是讲，咱得到迄个上好的成果吼，拢要经过一个磨练啦。橄榄爱缀好油去，爱客油啦；哪达爱炼，才会当变做芬芳的果油啦。葡萄爱落入去，甲伊发酵吼，伊才会当做酒啦。然后首诗讲主，我这个人是毋是爱受你许可的创伤？这是一个信仰的表达啊。人拢嘛讲安稳吼，逐日快乐过日，哪有想要创伤呢？请会记得，橄榄要变做油，哪达要变做芳水，这个葡萄要变做好酒。上帝若互咱以许可的创伤，这才是一个标志，这才是一个荣耀就对了。所以伊安尼吟诗讲，每处的打击拢是真利益。如果你收起的物件，你用家己来代替。上帝毋是无缘无故吼，安尼做这款代志啦，是因为伊要用家己代替。你做创伤，上帝替你伫遐来受苦，所以耶稣基督替咱受苦，就是安尼。他看姊妹，第二项是学习讲，你要用感恩甲懊恼上帝来得到生命甲属灵的力量。顶礼拜咱有讲过，咱困难不足。你若感恩就对啊，你遐艰难就无去啊。所以诗篇50篇20-30讲，若用感谢献做祭，就是应光我。谨慎行的人，我要互伊看见上帝的救恩。咱也有一段咱足爱读的经节，就是腓立比书4章6节到7节。一切无得看路，独独万事就用祈祷、恳求甲感谢，将恁所求的摆列伫上帝，就上帝平安。搬过一切人所想会到的，要伫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恁的念头。请会记哩哦，伊讲一切无得看路，你拄着什么万事吼，你都用祈祷、感谢、恳求。请问你有怨叹无？请问你有伫迄个所在安尼？人讲安尼无琉球吧？拍拉眼安尼无啊？祈祷、恳求、感谢，上帝就要顾守你。保守你的心，你的念头。当你的心甲念头无因为外在环境来困境的时阵，你还阁有啥物通好惊？人吼会感觉这个所在、这个地点、这个情景歹，是因为你的心嘛。你的心念头若歹吼，你住较好的厝你嘛歹。兄弟姊妹，最后一个上要紧，讲用感恩的故事，下一代传讲上帝的救赎恩典。请你会记得爱对下一代来讲这个救赎的故事甲恩典，因为时间无够，袂当详细讲。兼在咱以后会当甲这段佫讲一个较详细，因为我拄有讲，咱台湾的基督徒已经第7代甲第8代啊。迄就亲像约书亚甲这百姓咧讲话共款啦。咱来学习约书亚做属灵的告别。第二，请会记得，你若是信仰的这前辈，也是顶一代，请你爱用长辈的权柄甲宣告，对你的子孙做权柄宣告。第三，你爱重新改变你的态度，就是你的下一代、后代传讲主救赎的福音。这是咱真多有几啊代基督徒常常容易疏忽的所在。你拢想讲我细汉吼，这囝无我带大汉。逐礼拜带来教会，伊就自然就是上帝的百姓。请会记，无遐简单，无遐简单。
啊，若无是咱主啊，就搁甲即阵领袖讲遐侪故事。所以，咱观念改，毋通搁理所当然讲，你著爱安尼，你著安尼，你无去做礼拜，你无服侍，你无参加圣光，你袂使。即款用士大人的权威吼，是咧甲囝杀走，毋是咧甲救倒来，就是用甲后代讲起救赎的福音，这点上要紧。最后我要讲是讲，请你记，你若咧担心你的囡仔是安那，改成礼拜也无认真，也无啥来，无爱来教会，你爱祈祷，求上帝，互你下一代亲自经历上帝大能，可以甲伊经历，求圣神亲自帮伊。这款的事吼，用人的办法做袂到。啊，这是咱常常拄到一个人讲卡关啦，吼，讲卡关啊，到这奇怪，做袂好势。我愈爱阮囝吼，啊来教会伊愈无爱，那要安怎？足侪人拢咧安尼讲咧。啊，有时无就讲啊，牧师啊，你叫阮囝吼安怎安怎？啊，歹势牧师歹势应一句讲啊，你叫无法咧啦，叫牧师叫咧。问题毋是出伫遮，请会记咧，问题毋是出伫遮。咱讲一个简单例，比如讲，啊，你食沙目鱼糜足好食，对无？啊，你讲囝，你都爱甲我食，因为这上好食。我对恁老爸吼，对细汉就食到即阵。因囝讲，啊，我啥都爱食你的沙目鱼糜，我若食麦当劳，敢无较好？意思是讲，你毋通自以为是说，我这是上好的，啊，你都爱甲我对。咱真侪听这可能这故事搁较侪，有可能你做事业足好，你讲啊囝，你看。恁老爸做我遐好，你也来做。伊讲我莫来做你的，我无爱，我要出来家己做我的代志。常常咱用一个自我做出发，啊，煞互咱的囝儿毋是救伊入来，是甲赶出去。信仰搁较是安尼，请会记咧。约书亚甲遮个以色列领袖讲，看恁是要服侍大河迄边遐个神明，也是要伫埃及遐个假神啊，遐个金牛吼，古在哩喏。我也要服侍耶和华。迄个问题是出伫讲，我家己做模范啦，我家己做互你看，我家己经历上帝恩典互你看，啊，然后你也经历，安尼上要紧，较毋是用一个权威式的要勉强。我真希望约书亚所讲的这个故事，这个征服人生最后的一篇，也会使讲是上精华的所在。咱大家领受这个祝福，大家庭拢领受这个恩典。咱同心来祈祷。